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因为进前高速节连假休3天，加上中国即马呢长得休11日长假，金门来回台湾的飞机班、飞机票即马拢买无。嘛有旅客就表示讲，排后补嘛排无，因已经伫机场过2-3名啊。有一日旅客是起甲伫机场画口号，虽然早暗9点40有开加班机，不过也是无载掉小偷人丁。夜间双手愈发愈大声，大家情绪也愈来愈激动。数百旅客滞留金门，原因是高速节连假期间，台湾来回金门航班票歹买，加上中国11长假，小谈吐的旅客真多，机场报道率接近100%，不少人无事先订票，候补也排无，有旅客就待伫机场，一等就是2-3日。我们也没洗澡，我们就在门口被蚊子咬。这个阿嬷昨天晚上在外面给蚊子咬，咬2天了。可能或许连民宿都没得住了。哦。因为大陆的长假。对，明天11。所以民宿今天到现在都没有来找我们，应该都满了。到现在还没来拉客。愈客愈等愈火大，联合起来画口号，为所份候补人潮，金门县政府协调民航局甲航空公司，拜日暗时9点40分加开一班由金门飞台北的加班机。不过因为团散比甲紧急医疗需求，今日有40个空位予现场民众。我们先讲一下这班加班机，那个是9点40起飞的，9点40起飞，你买了票就不能退。有旅客笑讲，毋是无候补到，是因为加班机飞台北，台南、高雄无法度选。但是加班机来的竟然只能上40位，现场有200-300人，光台北、那台南、台中、高雄，他们也还蛮辛苦的。金门县政府今日继续观察后补情形，尽量协助旅客乡亲，各呼吁中专旅客连假期间爱先订飞。邀民众希望伫特定节日，县府应保障县民一定的比例机会，满足看医生或者是读册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花莲，就算连假已经结束，不过即摆也是有真侪志工留踮花莲到吐土。到目前为止，本数有125000栋，也烂土嘛有10000多栋。另外，伫讲河乡外围的阿多木部落，因为大型的机具封管制伫外口，无法度入去斗整理。部落即摆是呼吁政府赶紧斗3工，互因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志工和居民接咧，甲一桶一桶的土埋清运出来。教师节连假已经结束啊，30公款有真侪志工是留伫花莲公河乡市区的敦和街，世界当看到志工无用在帮助灾后的后援。灾民持续清理，把淤泥以及废弃物向外清除，而市区的多条道路都像现场这样，会把淤泥通通集中起来，就是要开出一条路，让小山猫等重机具通行能够深入挺进，加快清理速度。有真侪建筑的正矮的巷仔，也是徛架的内部，这当靠人力慢慢拼，但架路和徛架相对拢较空快的辅助架，有小山鸟和怪手入去徛架拼斗轮流学，拼了就较紧。泥巴很厚嘛，有2天的时间是。怪手在清理。在后第8天，马太安部落四界拢是踏着小山的土埋和废弃物，怪手和志工持续拼，所以敢若永远嘛拼袂了，而且经过日头晒过，开始有臭味，互居民烦恼卫生的问题。食物啊、肉类啊，都已经跑出来了，或是化粪池溢出来的化粪池里面的东西，一定会有污染到。垃圾量有7127公吨，那累计有24974公吨，还有1万多吨的淤泥。伊灾区的土埋较黏，而且色阁较深，嘛互民众烦恼讲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环境部澄清讲，土埋的母岩泉本身就有微量的重金属，是地壳的天然背景造成的，并不是人为的污染。根据国军和志工的统计，到30中昼为止，公河乡需要帮助斗病家户，甲毁损严重病了嘛袂当大的扣掉，拢总有1517户，已经变1085户，剩432户爱病。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高雄、台北来了，就卡在那边，然后呢进不来。那请问一下，县府你有派你的人来吗？
伫大多数的地区，拢有机构在斗相共的时阵，伫市区差不多7-8公里远的阿托莫部落，规个庄仔头敢若一台部落青年的掠斗车，一直来来回回在载运土埋含粪扫，因为大型机构拢互挡伫管制点外口，居民请求政府斗相共，互大型机构进驻，帮助因加速清理含中建。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告诉这临港的是，真侪民众走去花莲做志工。那今晚呢，伫花莲公福车头头前，就有真侪遐讲甲沙挑，拢是真正的志工留落来，要互后壁来斗病的民众会当使用。嘛要提醒乡亲，这烂土内底有当时有碎玻璃，有当时有铁片，所以呢嘛已经有志工去刮到，也是拄到，甚至阁有志工互落来更条喊着，赶紧送病院治疗。一个到花莲公福站真侪炸沙挑的志工主动集合，准备去灾区支援。那时候连假看到很多人都来帮忙，那我们也是尽小小的力量。今天是想来刮土，对，然后我还有另一个是护理师，看能不能帮什么忙。也是有未少志工为各地赶来，想要尽力协助中建。一个出车站就会当看到摆规列整齐的二手货鞋。光复火车站的门口，在南边摆满了大量的雨鞋。这些雨鞋其实都是前3天连假的时候志工们穿过的雨鞋。不过因为可以再利用，经过大致的清理清洗之后，许多今天来的志工还是可以再使用。真侪志工甲用袂到的雨鞋留互灾区，有爱心的人都甲达成过透明膏仔的雨鞋清洗清气，搁甲内部做消毒、漂洗寸草，互有需要的志工会当继续使用。觉得很棒。那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吗？哦，可以。我其实自己有带，只是我这个有点紧，我想说换一双松一点的会比较好做事。圆锹，因为想说大家都来这边帮忙，然后留给下一位，让下一位就是也可以继续把这个善传下去。除了雨鞋，也有志工甲沙挑沿比拉这工具留落来，希望会当延续救灾量能。啊，毋过去灾区嘛要注意安全。30度发生志工无细字扣，时间落来的更条击到头，人嘛煞跋倒受伤，就赶紧甲送去医疗站救治。经过那个路边，不小心被那个卡车在夹东西的时候意外砸落，然后一个钢条大概3米半的地方砸落，他打到额头。我听到声音的时候，回头已经跌在地上。烦恼的脑震动，医疗站随甲志工送去病院进一步检查治疗，就让爱细字物件落落来，因为灾区的透明膏仔内底有铁片也是玻璃，都灾民甲志工就算穿真厚底的雨鞋，也是去互真热的物件去拄到，也是弄伤。插到或者被刀割到，那这个就要赶快处理，否则就怕后续的，因为那个土壤都很脏，就怕会破伤风。主治病有统计，在后这几天已经处理超过500例爱骨也是爱天的这个外伤手术。另外，潮汕送医的状况嘛袂少，提醒志工甲灾民会记得补充水分甲休困，袂使无顾家己的身体状况，防止救灾煞颠倒爱互人救。记者采访报道。再来，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呢，天气同款真小热。气象署是有针对台北、新北发布高温柑仔色的灯号，高温有可能会升悬到36度以上。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云有较高，也毋过呢，各地依然是真热。西半部的高温是33度至35度，东半部大约是29度至31度。各地头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也若过到了后呢，南部山区也阁拢会落地降雨。另外，即马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发展，总共是叫做风台，就是今年第21号风台。拜5、拜6的时，较晚中秋即下昼可能对受伊的影响，台湾天气会受影响，水汽会变较济。尤其呢，伫花莲、台东甲南部，雨水就会变较高。继续关心开学这一个月，即马校方已经传出 A 型流感的群聚。也若中央和地方的卫生单位即马拢讲流感有压起来的趋势，而且这个时间点是比英国搁较早。也若对今仔日开始提醒乡亲会当去做公费的流感预防射，嘛呼吁高风险族群爱提早注射。透早今早到病人快筛出现 A 型流感，台中市校方引爆 A 型流感疫情，第三季可以所观察，9月开学了后流感病例暴增，目前中市校园至到3岁，因讲是一人为着专家破病。A 型流感的确诊的人数就一直在攀升，那尤其是青少年，他们互相传染
的情况更严重。家里有一个人得的话，几乎全家也都会感染。9月开学报告1个月，台中市府统计到9月29为止，全市学校通报确诊 A 型流感有396人。校方正做高风险区、西屯区、中庆国小、富生幼儿园，教囡仔洗手，防止疫情。勤洗手、戴口罩啊，那注意这个保持相关距离这一种。公共卫生的观念已经落实，比如说发高烧了不来学校上课，师生卫教宣导，注意呼吸道及咳嗽礼节，落实生病不上班不上课，避免疫情发生。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全国流感就诊52.9万人次，比前一礼拜提高10.2%，其中台中市为16148签关到18971人次，而且疫情比以前提早报道推测，甲免疫负载有关系。我们上一次遇到这样子一个秋季9月的这个流感升温，是在2年前。那目前这个我们就诊的人次，其实已经超过前年这个秋季流感的最高峰。那中央地方卫生单位呼吁10月7日会做3期公费流感疫苗，包含目前流行的 A 型 H3N2 加 A 型 H1N1 拢在内，卖686万剂。高风险族群爱较早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连锁的健身房专精有价健身宣布破产，10月7日，也就是今仔日开始停业。全台湾13间分店上有上万的会员拢受影响。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关税影响制造业。劳动部伫昨昏有宣布，若是有头家愿意请制造业离职还是失业的劳工，安尼逐个月拢会当向政府来申请每一个劳工6000块的聘用奖助金，政府上长会当补助半年。来看《联合报》，昨昏总统赖清德接见美国农业部的处长，有讲到台湾答应伫4年内要向美国采买美金100亿的美国的农产品。那美国这边嘛宣布，打算要进一步开放咱台湾往来买当销去美国市场。国际新闻来关心，印尼一间伊斯兰寄宿学校有一栋当地施工当地起的4层楼高建筑物熊熊放弃。因为迄当时内底有上百学生在内底祈祷，这种意外目前已经知影上无有造成3个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也毋过呢，伫阁有几10个人，即马待伫建筑物内底等人去救。这个妈妈看起来真着急，佮家长徛伫边仔祈祷。印尼爪哇岛的伊斯兰寄宿学校，其中一栋当咧施工4层楼高的建筑物煞熊熊放弃。事当时有上百名12岁到18岁学生伫1楼的祈祷室祈祷。代志发生的时，大群学生向外口冲，但是有数十人被护逃走，都安尼护台起来。Masih banyak sekali yang masih terdengar untuk menangis untuk menjerit ya. Akhirnya mereka masih hidup. 接到消息了后，救援人员、警察佮阿兵哥马上去救援，不过无偌久，建筑物又搁放弃。伫边仔着急等待的家长是惊甲叽叽叫，救援人员马上要求所有的人，包含停伫附近的数十只救护车，全部离开事故现场。因那12点钟过去啊，佮65人失联。伫各种设备的支援之下，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透明一直学，佮向受困的学生送上水佮水来维持因的性命。Kita fokus pada yang masih hidup ya, fokus pada yang masih hidup. Kita tentunya kita perlu hati-hati sekali karena kondisi bangunan yang runtuh itu, kemiringannya itu masih memungkinkan sekali untuk runtuh kembali. 印尼政府派人到场调查原因，初步发现这栋建筑物原底干那2层，煞伫无经过稳准的情形之下，家己加起2层。相关人员判断，应该是这个地基无法度承受，佮加违法起的2层的重量。国际新闻新罗培编译。继续关心菲律宾中部的外海，伫昨暗是发生规模6.9的大地震。根据外电的报道，上报已经知影造成20个人死亡。咱伫画面当中会当看到地震要来进前，民众有听到警报声咧弹，所有人听到警报声咧弹，拢赶紧雄雄公公走出来逃命。这阵地震是伫地震的中心是伫中部的大城所附的外海，大约100公里远的所在，深度敢若10公里，算是真浅层的地震。后来呢，因为地震了后，佫出现几啊届的地震尾，嘛造成当地一间旧较长的牌楼落落来。即马当地车路建筑物拢受严重的损害，当地即马也大规模失电。
另外，伫印尼的爪哇岛外海，冒发生规模6个地震，目前暂时是无传出伤亡。继续关心以哈战争，加打已经要2冬，为着要灭掉哈马斯，有要甲47个人质甲遗体拢总救回来。以色列即马是对加沙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封锁甲空袭，即马是造成人道危机。美国总统川普有提出和平方案，目前呢，以色列已经有同意，就等哈马斯点头。以哈战争要满2年，美国总统川普这时阵推出目标是结束以哈战争的10点计划。而讲川普甲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开联合记者会，伊表示以色列已同意这项提案，即马就等哈马斯伫72点钟来表态。But if accepted by Hamas, this proposal calls for the release of all remaining hostages immediately, but in no case more than 72 hours. 川普的和平计划包含双方停火、哈马斯释放守护人质甲以色列换犯人，也有以色列会分阶段撤出加沙，哈马斯同时解除武装。川普阁规划组织一个临时国际稳定部队，确保加沙安全。另外，还有国际监督机构和平委员会委任成员之一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he leaders of the Arab world and Israel and everybody involved asked me to do this, so it would be headed by a gentleman known a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of the United States. 甲进前，川普表示会清空加沙人口，重新将加打造成做海滨度假胜地。这摆川普计划特别讲到，巴勒斯坦人未被迫离开加沙。纳坦雅胡虽然对川普表示支持，不过也讲到，未来以色列继续伫当地维罕，而且暂时未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加沙。But if Hamas rejects your plan, Mr. President, or if they supposedly accept it and then basically do everything to counter it, then Israel will finish the job by itself. 针对川普所讲用要接近达成的和平协议，美国学者认为，那哈马斯拒绝以色列得到美国全面的支持，采取必要的行动，所以哈马斯好像是无别的选择。中东媒体半岛电视台是对10点计划细节甲执行提出5大基本，包含3人来治理加沙安怎治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角色佫是啥物，以色列撤军的时间，也佫临时国际稳定部队要安怎安排。另外，这份北疆方案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讲法也拢无清楚，前提也真济，因讲是无答案。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的联邦预算是今日到期。美国媒体即马有报讲，共和党、民主党拢也是坚持家己的立场，所以即马就官媒府通过拨款法案。联邦政府一日要关门。共和党的川普今日就表示讲，若是真正关门，拢是民主党的问题。政府若是真正爱关门，就会大量裁员。继续关心，捷克宣布讲，为着因国家的安全，伊要开始禁止摕洛西亚外交护照，也是商业护照入去捷克。但是呢，若是有捷克官方认证文件的洛西亚人，是无伫这个限制内底。这项措施昨昏已经开始实施啊！这嘛是欧盟头一个采取这款措施的国家。继续来关心日本，日本最近爆发胃肠炎的疫情，患者人数直直升悬。日本全国的病例数已经创下过去10年来同期的新高。专家是表示讲，今年引起胃肠炎的病毒真侪种，流行期嘛有较长，所以嘛提醒民众讲，若是处理老也是吐的物件，一定要做好防护，而且要接洗手。镜头搁转来，咱来继续关心花莲。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污浊大水，灾前甲打是第9天，造成18个人死亡，即摆还佫有6个人失踪。花莲县长徐正伟伫拜二的时有替罹难者举办头7个法会，验个过程有引起家属不满，因是批评县长一来到现场，敢若无用咧顾镜头，拢无先去关心家属。因若针对无收到县府特地的通知，家属嘛是讲甲真生气。圆通教主。那靠那念这文，花莲县长徐正伟拜二伫咧花莲水水生命纪念园区，替罹难者举办头7法会。哪里仪式啊？家属都在后面啊！他来到底要干嘛的？
好，前面摆拍就可以，是不是？不过，雄雄有里男家属真生气，冲出来骂县府。家属表示，花莲县府一阵官员到灵堂了后，无第一时间先关心家属，就家己走去头前念香念经，开始祭拜。受到代志发生的迄天，里男者家属也是真生气，因为伊的妈妈根本唔知影爱贴梨。早上我打电话给我妈，我一开始打电话我叫我打电话给我妈了，然后她说她都不知道啊，她一样过她的生活一样，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结果下午我再打给她的时候，就接到了之后已经全部都是罹难了，她就打那个完全没有她那个资讯了。我才刚办结婚而已啊，现在我要办白事啊。我要怎么办？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崩山湖灾情拢总造成18人死亡，目前阁有6个人失联。也那罹难者遗体目前先藏伫咧花莲瑞穗生命纪念园区等待火化。花莲县政府也启动一户一社工的机制，提供罹难者的家属必要的协助。阿公，行，我带伊来去医院，好不好？社工带阿伯去抓人，因为拄则才已经向阿伯开工1点钟。这是伫咧光复乡的大静国校内底所设的安心关怀站，内底也有心理师会照3顿去关心住伫咧收容所的200位居民。现在的话，比较像是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白天灾民会回去家园重建，那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些像老人、小孩，老人或者小孩，他们比较不会主动过来。所以我们会主动出击去关心大家。除了提供抓人的服务，现场也有提供家头毛、唱歌等等的活动，就是希望灾区的居民心情会当放轻松。另外，针对罹难家属的部分，关怀站表示未来会继续观察，继续追踪因的身心状况。以上是记者第选柯敏哲伫咧花莲的采访报道。来关心马太安溪崩山湖造成灾情，目前伫灾区也阁有1600户需要斗病。所以按算呢，伫中秋进前、中秋连假进前，应该会当初步完成整理和清气。那日本院这部分，日本院的国民党团拍算要提出崩山湖灾后重建条例，也毋过呢，行政院是强调讲，目前的丹那市风台重建特别条例内底灾区的范围已经包含花莲县。快手继续作业，山鸟仔也驶入去建筑物内底吐土，拼灾后的复原。目前灾区有关有大约1600户需要清土刷，按算中秋连假进前会当完成第一阶段的清理工作。花莲县长徐正伟直直到发文求援山鸟过手顶4类的动向机构进驻灾区，政治协调所也向中央请求支援。跟中央应变中心请求抓斗车20台、倾卸车10台、轻钩车38台。跟工程水车80台，就是那个小怪兽啦，从室内清出来了。现在等于说室内的泥浆清出来以后，才算完成。马太安溪崩山湖1楼严重损断花莲光复乡，各界都来到3天，台水宣布提供受灾户用水减免的措施。花莲县光复乡用户减免9月到10月的水钱，内底也有减免的措施。吊车大王和汉岩也出钱出力，物资甲抢救的机构到花莲，手套600担，清洗机60台，头顶220个，土瓦520支，空谷里刹车10只，也搁发罹难者的抚恤金、高伤者的慰问金。快7个小时的车子终于来到我们这个光复乡重灾区。今天的搜救规划的部分，主要进行光复地区大体的搜索。紧急救护。一直到3早下晡3点，死亡人数18人，失联的人数6人，受伤的人数计共125人。行政院长杜英泰去立法院进行市政的报告，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全场的朝野入几个官员，也为花莲崩山湖1楼的往生者默哀。一起为往生者默哀1分钟。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团要以崩山湖灾后重建条例协助灾民恢复家园，杜英泰表示。即马丹那市风体重建特别条例，灾区范围已经包含花莲县，未来也当追加预算，用即马有的预算支援上紧。什么方式最快？好，谢谢。灾民最快得到照顾，我们往中央讲。这个淹受溃堤，你今天有一个重建条例，我们好好在重建条例去检视，今天怎么面对淹涉湖这个危机。卫生部启动花莲马太阳溪崩山湖灾害募款的专案。赈灾基金会3早公布上新的统计，已经募超过5亿，短短6天就达到头起省设定的目标，创下赈灾基金会创设以来上紧的纪录。赈灾基金会表示，目前灾情搁咧累积，所以募款会继续进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邦山湖造成灾情了后，水利署伫8日已经甲马太安溪的水成功改向，避免雪来后壁溪水搁流入去市区内底。因为即届马太安溪的布花有破一坑，这坑是足大坑，有3公里长。水利署嘛赶紧派人去补，希望伫中秋之前会当完成。真侪台怪手一直甲太空包里蹲涂山，花莲江河乡马大安溪邦山湖造成灾害1礼拜后，公司的空翕画面会当看到马大安溪第一道风线布花蹲积工作当伫加紧进行，181台重型机具加310个人力总动员。冲上来了，冲上来了！因为邦山湖热落了后，真侪涂山冲毁马大安溪2860公尺的布花。虽然2到马大安溪水流已经成功解导，溪水未过流入来市区，不过山内可能还佫有风台的形成，也佫有东北季风带来雨量。水利署要拼伫中秋节前完成3公尺悬的临时布花。经过这个滚压机夯实过的一个临时的堤防，大概有3公尺高。那另外看到这个白色就是我们太空包。大概每一个是1吨，另外最接近河道就是我们的顶块，所以这一道土体原则上希望在未来的8到10天，我们积极来赶快完成。邦山湖坝体部分跳水量小可降到595万立方公尺，湖水持续少量流出来，状况相对稳定。不过水位涂沙囤积严重，水利署当加强疏浚，所以维持红色警戒。中央嘛公布上新的邦山湖警戒发布机制，在24小时内发生累积雨量超过100mm的时候。那河道水位有异常，我们将会发布海啸发布的程序。光一条马太安溪，其实就是中央2个部3个署在管。那当然，这是我们在灾害防救法设计上一个很先天的一个弱点，我们应该很认真的来思考，我们要不要一个防灾的专责单位。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提出，目前的灾害拢是复合式灾害，呼吁政府应该思考修正灾防法，成立专职单位防灾总署，避免各部会权责无统一，无法度快速指挥。记者采访报道。宜兰抓到2件人口买卖集团，因是怪越南的女性来咱台湾卖新作物的。大企业乡民代表张景婷嘛牵涉在内，伊已经互检方羁押。那检方嘛依法起诉12个嫌犯。大批警力攻击饭店，一个现场人员佫提工具破门，要将人口黄昏集团全部抓起来。警方破门了后，救内部人员拍落卖过叮当，因为检验这条证据，依然有人口黄昏集团用收集真好做理由，骗越南籍女子来台湾自由工作，但入境了后，就扣留护照这物件，佮通报失联这方式，强迫这女性伫集团伫宜兰做的饭店做性交易，就算心理机构也袂当停工。经后续扩大追查，查知这个人口贩运的主嫌是一名陈姓女子。她是透过不孝人力中介招募办理来台工作之越南女子入境后，以胁迫、监控、扣留护照之手段，强迫从事性交易。这案件爆出来是因为有被害越南女性透过面册跨国向朋友求救，佮传出被关的同影相片，检方收到证资料，启动侦办，查到姓陈姓游主嫌等人经营应召站，佮透过查到的派遣应召记录，佮化解另外一个姓李的主嫌注册应召站，这应召站短短5个月就赚800多万。本件提起公诉，并且检察官就主嫌分别具体求刑有期徒刑9年。检警发动800所查成8人，用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涉案的12人。另外，这案件也被检方查出，大溪乡民代表张景婷牵涉做姓陈姓游主嫌的应召站门神，目前已经遭到羁押，检方另案继续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北公馆圆环拆掉啊，即马改做正交路口，也毋过上班时间车是开始塞，甚至是塞对桥顶去。市长蒋万安表示，会赶紧请市府团队来改善。现场的回报车辆数量又大幅的增加，而且有几个方向是塞车的状况。交通、公务、警察局等相关局处要尽速的因应并且改善。同时也要通知我们的图资做更新。都不熟撞到。对啊，都不熟。
对啊，不熟就不刚刚看不懂。不小心撞到吗？对，就是谁撞谁？我撞到他。现场有骑奥多拜的民众，因为无熟悉新的路草，附近嘛看无，怎会去下着？市府表示，因有收到民众针对这路况提出一寡建议，市府会赶紧请相关单位来改善，来做新的措施。生活消息来关心，根据过去的研究甲统计，咱台湾得到灵癌的是40岁至70岁的女性较侪。国民健康署对今年开始有扩大灵癌的体检补助，40岁至74岁的女性2年会当免钱验一解灵癌。内面伫形状挂粉红色的带，显示今年灵癌防治月正式起股。灵癌是国内女性发生率排第一、死亡率排第2的癌症。国民健康署指出，伫初期，也就是若伫0至1期发现，存活率有到100%，千万唔通认为无望着定的，都不要去检查。它可以检查出来一些钙化跟微小的肿瘤，那这些肿瘤是你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摸不到的。毋过做灵部电工的摄影是真疼，互袂少女性感觉真惊。也有人就是讲超音波的检查就会当取代，毋过放射科的医师讲这是错误的观念。透过甲灵部伺候边边做电工的摄影，若有生歹物会当量早找出来。要透过压迫，增加它的解释度，还有它的对比度，从而我们在那个密麻麻的乳腺里面找出早期可疑的一个表征。敢有其他较袂疼的方法？其实会当经时间检查。最佳的检查时机是经期开始5到7天后，才去做检查。这个时候我们的乳房比较不会肿胀，会比较舒服。可能第一次做会不了解，那难免会紧张，就会可能会觉得痛。每2年去做一次，做习惯了、规律了之后，其实不会这么怕痛。国健署今年扩大检查的补助，原底敢若补助45岁至70岁，还有40岁至44岁有家族病史的女性。即马扩大到40岁至74岁，研究嘛显示，透过早期检查发现的个案，有要6成是0至1期早期的灵癌，嘛会当减少30%尾期灵癌发生的比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癌症一直是咱台湾10大死因的头名，政府为着要落实医疗平权，今年有成立癌症新药基金。根据统计，目前已经给付11项新药啊，有个按算会当帮助3000外的家庭来减轻医药负担100多万。癌症一直是国内10大死因内底排第一，真侪民众拢伫性命甲经济当中做选择，因为有一寡癌症新药啊是无健保的。若家己开钱治疗，拢爱开100-200万，有的人负担袂起，就放弃治疗。这个癌症新药基金动资的规定、使用的规定，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定里面加了什么？加了这个是属于要到行政院需要透过行政院核准的专项支出，所以它在大的健保的费用里面，可是又跟大家习惯常知道的健保总额其实是不一样的。癌症病人的心声，政府听到啊，对今年开始，癌症新药基金会正式启动。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统计，目前已经有11项癌症新药啊，有个会有3000外个家庭受惠，一个家庭会当减轻100多万的负担。这6个癌别呢，就是神经纤维瘤、多发性骨髓瘤、非小细胞肺癌、乳癌、大肠直肠癌，还有淋巴瘤这6个癌别。那有11项的药品。透过这个癌症新药基金呢，来给付了。这个新药评估的时候，能够维持永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哦，所以要有一个科学性的评估。所以这个未来 CHAPTA 的这个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它的任务范围大家可以看到哦，基本上它要建立这个适当公正的科学的方法跟指引。为着实现医疗平权，政府成立癌症新药基金会，保证新编50亿行政费用来支援。不过基金会和专家拢呼吁，治疗袂使长期，基金至少爱编100亿才有够用，而且爱列入去法律的保障。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
花莲的光复国中培训真侪野球的选手，也毋过即马球场是互烂土规个引起，若是要复原呢，上无爱有半年的时间。教练即马已经有咧协调讲，看要甲遮囡仔刷去别位训练，也毋过佫拄着交通这款新的问题。田径场冲过来的，大概从200公尺那边冲过来，然后连那个校门的那个石墩也在我们的一垒侧。球场互土刷土埋盖起来，向下底清1公尺，才勉强看到红土的场地。就连边仔的牛棚区，也有一只汽车卡伫遐，无法度震动。洗了应该也是没办法使用啊，里面有堆积那个沙土的话，就没办法使用。器材区也是酸断甲真严重，吹断来捌打真少，格拉布也拢无法度使用，发球机也歹去啊，损失上无有50万。毋过教练上烦恼的是这件代志。我们下个月就要比全国赛的预赛啊，我们已经有一周没有练习了啊。假如说像是瑞穗或平和，他们都是可以坐火车去的，但是学生怎么来球场或者是来学校，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花莲的光复国中出真侪运动的高人，尤其是棒球真出名。背后出周书杰、周金辉、甲高国辉等等真侪位现今的国手，也是以前的国手。即摆互一场大水算断，敢若是场地复原上起爱半年，训练计划全部拢乱去，该面对要到的全国比赛。不止棒球队的训练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光复国中校内也满是淤泥，正在清理当中，包含家政教室、音乐教室相关设备都严重受损，将来学生上课教学也面临难题。未来若是恢复上课，普通的教室可当使用，不过加上音乐、声课各类的艺能课程，因为教学空间真垃圾，上爱设备也拢歹去。学校赶紧调整上课方式，真侪动手做的拢无法度进行。也许在不能实作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其他，可能可以先讲逻辑、讲学理，或是利用影片先给孩子一个概念，那再实际回来操作，这样就是做前后的一些顺序调整。学生的上课用品、老师的教学教材，拢受到大水的损动，实在是真凄惨。学校要恢复正常，阁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光复做大水，各界拢来送爱心。亲像7月份，因为丹那市风台受损害真严重的台南乡亲，即届也是有目不主捐钱要甲花莲斗相共。毋那咱国内尔，日本嘛有志工团体当地募款，按算后个月11月份要专工来花莲送爱心。今年7月，丹那市风台台南市个西寮沿海上百户徛家的厝顶，互风势甲密密麻麻，因形容若像灭种共款。灾后陆续有资源入来，帮忙清理修缮，家园豆豆复原，这份温情，七股在民，藏在心肝内。这摆因看到花莲光复乡嘛受到天灾吞踏较真严重，西寮里面自发性募款，短短2天有100几个里面响应，若传2台大车的物资，嘛募50万的善款。做会到加减。花莲的所在比咱遮佫较食人有够济，所以讲。阮拢大部分拢整理好啊嘛，较会迄个自发性来参加即个募款的活动。毋是讲吼，咱刻意去迄个，去人要求无。看你用哪只讲。对啦，啊安尼嘛好啦，安尼这人间哦，这个安尼当将这个大分散出去啦。甲因的心意用做钱，要送入去花莲灾区，毋干那7个西寮乡亲的温暖。伫日本成功市，嘛有志工团队发起花莲灾区的捐款活动，外面会当看到真侪日本人排队要捐钱。因讲当年311大地震，台湾捌帮助过日本，这份情是一世人的感恩。因按算11月会专工来台湾一抓捐这条钱。それはひとえに14年前の東日本大震災の記憶が残っていた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あの時台湾からは多大な支援を受けました。その感謝の気持ちがまだ残ってた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除了民间自发性，台南市环保局嘛出动山鸟，社会局嘛调度洗身躯的车，形成善意的循环。虽然花莲灾民也搁咧面对中间的挑战，不过这份世界来的温暖，让人感受到台湾人团结做伙面对天灾。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苗栗头份竹南遮发展甲真紧，县政府要甲一搭车路分化，也毋过9月初时，工程团队发现山家遗址的文化展，目前已经先停工啊，嘛要交予专家学者先去会勘，而且要提送文资审议委员会去审查。
工区拢无人，车道工程全面拢停工。开1.8亿的苗栗县德南定公义路到头份市信义路的联络车路工程，今年8月中开工，但伫9月初，工程团队伫表头发现灰亚石器顶破片，疑似是3家考古遗址文物，承包商照文资法申请停工。目前的话，就按照文资法的规定，就是。依照文资审议委员会的委员来进行做降挖跟检查。3家遗址上早是1983年苗栗的民众谢家营发现的。2021年，台湾非亚文化协会提报遗址进入文资定数了后，就开始起乌。遗址的范围差不多是军艺高中到国家卫生研究院，南北的长差不多是2公里。文书团体希望这摆的工程抢救乌骨，会当提送给文资审议委员来审查。说不定是更古老的一个文化城，也说不定是更新的一个文化城，这个不知道，这要等到更正式的。我们非常期待这次的抢救考古能够找到所谓的3家人。请专家学者去做会勘把所有的情况先把资料先收集好，提报我们文资委员会去做审议。苗栗县政府表示讲，所落来请专家和学者来会勘，送文资审议委员会审查。目前评估要到今年底才会有结果。另外，联络道的工程进度干0.41%，但遗址的文物污了就会停起工程，原定明年底完工的目标即马会延后。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家己伫家金西社区，早期呢，只是用贵竹仔咧做纸，要过后来机械化了后，就较罕有人知影要安怎做。即马社区要带民众来学贵竹仔安怎做纸，希望唔通甲这项技艺是传去。从外地来民众去到纸了为止，上界在地做纸的过程较功夫。伫咧家己县竹仔乡山区的金西村，村民较早挖沙食沙，利用竹仔发展做纸的产业。社区里村长讲，迄当阵家家户户拢咧做纸，做纸是金西村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每一户拢有做纸的，若算讲无会做纸的厂，就是挖人的厂，咱50-60户、50-60个纸厂，有的较竹仔较济，就是1户一个。若较少的，算挖迄大户的。为着要延续在地历史甲做纸的技艺，社区利用文化艺的体验活动甲讲读，互参加的人除了学习竹仔的运用甲做纸的过程，嘛会当来认识金西社区较早做纸的历史。他是真的拿就是以前这些用竹子做的纤维，让你直接去。体验把它做成纸的感觉，我觉得蛮有趣的。社区里村长表示，较早因生产的纸主要拢是拜拜用的金纸，后来因为变为过机器设备，做纸的产业豆豆就安尼来消失。希望透过文化艺的活动，互少年人知影较早做纸的过程，嘛希望透过这段历史，会当替地方搁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中华保心的路处耶稣圣名堂是咱台湾中部上早起好的天主教堂，甲今年已经满150周年。伫即个拜六，伊要举办庆祝活动，佫会当看到真罕见的圣体游行。教堂的合唱团把握时间练习，要替10月初4的庆祝活动做准备。中华保心的老厝耶稣圣名堂今年创立150周年，教堂为年初就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礼拜六佫有真罕的看的圣体游行。10月初4即个是咱的系列活动的上尾一个活动，就是咱的闭幕式吼。为下早开始吼，就有靠咱听过就是弥撒吼。弥撒了有一个圣体游行吼，包括咱的主题曲的合唱团，吼，佮咱礼仪人员吼，拢会今日做一挂演练。1875年创立的中华保心老厝天主教堂是中部历史上久长的教堂，也保留侪19世纪的文物。圣堂表示，这个所在毋但是地方的信仰中心，嘛和当地发展有真密的关系。150年来，伫地方做真济代志。这条老厝路是咱附近上早的北流路，咱遮有上早的孤儿院，甚至有买足济。技师来帮助咱附近的村民，比如讲
鸡机桶、抽水机等等吼，这拢是咱天主教会爱人的一种表现。今年是天主教25年一届的喜年，嘛是罗厝圣堂创立150周年。圣堂就讲，有真侪台湾各地，甚至嘛有立陶宛、日本、菲律宾的团体来遮朝圣。未来也按算整合教堂古文物、地方文化特产，甲附近的社区资源，要甲罗厝圣堂打造成一个兼顾信仰、历史甲观光外交的综合朝圣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英国。英国举办现代铁路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有打造全世界头一条现代铁路通车的时水烟火车驶叮当的场景，而且佮用现代柴油电动列车来做比较，嘛有展示火车这200年来的演变，有啥上千的铁道迷去遐欣赏。火车冲出水烟，道入站。这台列车仿全球第一架伫公共铁路驶的水烟动力火车，旁边停的英国伦敦东北铁路公司的高速插电混合动力列车达灵顿号大作火，展现出火车200年的历史演变。It shows that back in 1825, they were solving problems. How do you take large amounts of people and goods and stuff from A to B, which is still what we're doing safely and securely and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which is still what the railway does today and does so really effectively. 伦敦东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洪斯也曾做过去车站的站长，和铁路迷众做伙庆祝现代铁路200周年的纪念日。经过2个世纪，火车对茶混合体建造演变到钢体制造，对几个人做伙亲手做一架实验列车，互列车成功挖靠家己的动力，有数十节的车厢向前行，才会当载人走过无同的城市，到无同的所在旅行。好铁路产业统全球，愈来愈普遍。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敢若伫英国，每一年利用铁路出去佚佗的旅客，都有17亿的人次这么多。200年来，载人世界旅行的列车一直在改良，不过列车轨道用的跨度甲车辆之间的距离拢无变。Still on wheels that are same width apart. The tracks the same width as those first track widths. Effectively the same width as two horses side by side. It's extraordinary. We're still using these same principles. 除了英国，各国火车形态也对时代的变化。日本的新干线运行超过60年，目前上紧的时速会当1点钟285公里。伫印度，当局最近启动有史以来距离上长的铁路建设计划，按算要用火车连接克什米尔山谷、甲印度河恒河边洋。这条铁路按算会绕过36个磅坑、973座桥，建设成本可能会到50亿美金。对介意旅行的人来讲，出去佚佗的工具会当坐汽车、高铁，也是飞轮机。不过，火车犹原是大众交通网络真要紧的一部分，也是上会当看到原始旅途景色的交通工具。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去了埃西亚的古城，伫日时是世界文化遗产。若暗时的时较好打的，就会当对导游哪听几啊古，哪踅古城，来听各种奇奇怪怪的传说的故事，感受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天要暗啊，涂骹踩一拍油灯，天色昏昏暗暗，游客大家点点坐遐，听导游讲这栋建筑物奇怪的故事。In the 18th century, the peasants would gather, during the night. They would visit graveyards and open graves of suspected corpses, and they would impale them with blackthorn or whitethorn stakes. 这是巴尔干半岛国家克罗埃西亚这几年流行鬼怪旅程。伫咧因南部的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当地出事的导游米罗瓦托维奇，正了解这座城市伫中古世纪不是老古萨共和国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故事，也有历史。伊穿规水的乌衫，关一拍油灯，天要暗嘛就开始带游客用无同的角度介绍这座历史真久的中世纪古城。当地也有真侪包括17世纪乌斯边已经侵袭，民众无愿意隔离，遭受酷刑，或者是真有名的女巫被审判的传说。这个悲剧的乱情、犯罪、酷刑，也有鬼魂出现的民间传说，游客拢真有兴趣。And so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a little bit unusual,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nd when I saw this one, I thought this is what I need to do here in Dubrovnik. So it was perfect. It was incredible. She had an interesting array of very unique stories.
many that I don't even think certain locals would be aware of. 自当地导游推散这种旅游行程了，当年的杜布罗夫尼克热天，拢会有真侪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想要来体验无同款的旅游。米洛瓦托维奇希望会让借着这款旅程，让外国游客对无同的角度，更加了解这座城市以前的历史甲传统。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天气报道者，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外岛26度至3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